縱使簽咗約，根據個合約嚟講咧，只要工程顧問咧係同意有一個工程範圍項目嘅變更，居民其實可以透過決議將佢個外牆方案改變。民主黨黨友莊榮輝，全港業主反圍標大聯盟嘅發言人，佢哋嘅合約裏邊咧，其中有個條文嘅，就係其實咧可以容許佢哋咧去更改個工程。換句説話講，如果呢段期間縱使簽咗約，根據個合約嚟講咧，只要工程顧問咧係同意有一個工程範圍項目嘅變更，咁呢個變更當然要取決於業主大會有冇呢個決議啦。咁所以居民其實可以透過決議將佢個外牆方案改變。由於我同佢哋好熟啦，出咗事之後我淨係一直聯絡主席，咁主席一家平安嘅。周生有冇嘢想講？首先呢位業主問嘅問題，佢要求管委會答。首先我講一個邏輯上面問題先。管委會佢哋唔係專家嚟嘅，好多嘢佢就安排晒啲專家坐喺度叫大家答。